连假上尾一日，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拢四界咧走行程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新北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，和国民党的侯友宜呛讲，干那为着选举才去新北。那民众党的郭文哲互人质疑讲，为着北京才会要重新启动中华的服务贸易协议。郭文哲是反头来呛讲，民进党放狗咧教人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新来台湾之友会最后一场，25日新北市场场，从街头时直接来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本命区，以外双方互相来呛声。侯友宜批评赖清德是为着选举才来新北，而赖清德是回讲这种话无必要。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，你有来关心新北市的市民吗？为了选举，几乎天天来，你一切只是为选举。 为政治而利益的考量，我常常回万里了，常常回家。那因为我不敢惊动侯友宜市长，因为他市政也繁忙，所以他可能不知道侯市长讲这样的话，其实是没有必要了哈，没有必要。 赖清德到新北乌条卡意味真高，侯友宜是到中华行透透，也甲进前初选时支持郭台铭的中华县议长谢展麟到店出现，谢展麟讲会支持党内候选人，展现国民党团结的气氛。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参加台北市公庙的活动，由民进党立委洪新涵批评郭文哲讲到重启服务这议题，是要争取北京的支持，郭文哲是反击。 他们有侧翼、有立委、有名嘴，我们都只有柯文哲，所以他们都不用回答，每天都放狗咬人了。要不要叫狗主人自己出来回应一下？由郭文哲进前接受专访，被问到是不是无排除退选，郭文哲回应爱有理由，如果搁再被追问退选的理由，即阵是毋是存在？郭文哲只是表示讲也未找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